2、1。咁運動就係咁運動，香港運動節2022正式開始。加油啊！睇比賽，排球比賽，好開心。Sport Fest 呢個活動有個地方俾我哋打排球之外咧，其實可以更加多嘅人去認識排球運動啦。我呢件事好熱血㗎，好難可以有一個比賽，大家集合一齊咁樣，你幫你嘅隊友打氣咁樣，喺室內場地做呢件事咧，就可以做到呢個氣氛咯。我哋睇下跳舞 battle，正啊，勁！有來回跑啊，有引體上升啊，呢一啲咁嘅活動咯，呢個比較有趣咯。呢個運動節係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啦，最中意嘅部分係 pickleball 啦。見到有好多其他運動產品，咁有啲我自己都未見過嘅牌子，我都想試下。最中意嘅係佢多元化啦，跟住又有啲唔同嘅體驗啦，普通嘅市民大眾啊都可以過嚟體驗下其他唔同運動嘅樂趣咁樣咯。我覺得吸引咗好多香港嘅運動愛好者，我仲知有啲攤位好似係可以測跑步嘅步姿添㗎喎。我覺得可以推廣到運動俾唔同年齡層嘅人咯。咁其實見到老人家嘅有，小朋友嘅有，即係我覺得運動呢樣嘢可能係由細去培養到大嘅。我由細到大都開始做運動嘅，我係一個運動型嘅人，中意做運動，最緊要嘅咩咧？身心健康。大家嚟到呢度，除咗睇有啲咩 product 之外，或者有啲咩新嘅運動嘢之外，亦都可以參加到比賽，亦都可以喺度透過呢個展覽啊，認識更多唔同新興嘅運動。我覺得係好新奇咯，多謝你哋為我哋呢個運動人帶嚟呢個咁大嘅活動，好開心。